喺壽險行業入面，最真正有價值嘅未必係數字，而係誠信同埋專業。MTA Awards 正正就係為咗表彰一班用真誠服務、專業精神同埋持續努力贏得客戶信任嘅顧問。當你企喺舞台上面，手握住獎座同埋證書，你代表嘅唔單止係一份榮譽，仲係有客戶嘅認同、同行嘅尊重同埋一份對專業嘅承諾。專業同埋誠信值得被看見，你嘅努力值得被肯定。我誠邀每一位堅持原則、專注專業嘅你，即刻報名參加 MTA Award 2026， 6月30號就截止報名啦！把握機會，等世界都見證你嘅價值啦！卓越誠信顧問大獎 MTA Awards。